晚一点再跟你。有一项事，我捌对摇花求，我犹原伫伊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摇花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灯。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要伫主的面前做伙徛起来敬拜，无论你伫倒落，咱要学乐咱的上帝，用欢喜的心来学乐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咱做伙拍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恩刚刚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恩刚刚临，尊贵恩高，连连宽变归伫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尊贵恩高，连连宽变归伫你，你是康定，你是康定，你是康定，我的敬拜。主是咱会当学乐的上帝，伊是的阳光，互咱万行有会保护的上帝。咱要搁一摆来到伊的面前，咱来学乐咱的主。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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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咱做伙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恩更降临，尊贵恩高，尊贵恩高，灵力宽变归地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尊贵恩高，灵力宽变归地你，你是康定，你是康定，你是康定，我的敬拜。尊贵恩高，灵力宽变归地你，你是康定，你是康定，你是康定，我的敬拜，尊贵恩高，尊贵恩高，灵力宽变归地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尊贵恩高。你是康定，你是康定，你是康定，我的敬拜。咱拍鼓啊，甲咱的恶路拢归乎咱的主上帝，因为伊是值得咱恶路的上帝。主啊，无论伫倒路，我决意要恶路耶和华，我决意要称颂耶和华，我决意要高举双手来宣扬你的名。我恶路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高举双手宣扬。我恶路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心献敬拜永无衰。我恶路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高举双手宣扬，我恶路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心献敬拜永无衰。万军的军，万王的王，我阿路伫你宝座前。在永远的主，多多你看定尊崇甲荣耀。我恶路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高举双手宣扬。我恶路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心献敬拜永无衰。主的听无暂停，咱要继续用咱的活命来学老称颂伊的名，因为伊是值得咱来学老，咱用性命来学老伊。我学老。我恶路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高举双手宣扬。我恶路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心献敬拜永无衰。万军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心中相处酸涌，
心敬拜伊无万军的军，万军的军，万王的王，我怕落伫你宝座前。早知今知，因我的主多多你看见尊重甲荣耀。我阿罗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高举双手宣扬。我阿罗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心献敬拜因无所，我心心，我心献敬拜因无所。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学乐你。阮在大水泛滥的时，你伫宝座顶做王，互投靠你的人无挂碍、无忧愁、无挂虑。来宣告你的名，万军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多一位君王亲像你，你的心是伫你的思维，看起你的坚守无比，万军的耶和华，多一位是阮亲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因为你的话语敬拜。咱举手来宣告。大水泛滥的时刻，你伫宝座顶做王，不管风烟向我打来，属你的人拢无挂碍。世上动乱的时刻，你伫宝座顶掌管，你的只手也管伫全地，属你的人踮你心内。万军的耶和华，多一位君王亲像你，你的心是伫你的思维，看起你的坚守无比。万军的耶和华，多一位是阮亲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因为你的话语敬拜。大水泛滥的时，大水泛滥的时刻，你伫宝座顶做王，不管风烟向我打来，属你的人拢无挂碍。世上动乱的时刻，你伫宝座顶掌管，你的只手也管伫全地，属你的人踮你心内。大水泛滥的时刻，你伫宝座顶做王，不管风烟向我打来，属你的人拢无挂碍。世上动乱的时刻，你伫宝座顶掌管，你的只手也管伫全地，属你的人踮你心你的只手，你的只手也管伫全地，属你的人踮你
你的正手若举起，全地的百姓就拢伫你的保护下面。主，我要奉你名宣告，你是永远主爱公义的主。你知影阮的心会通承受偌济，虽然大水泛滥，四面有侪侪只的苦痛，总是你永远无弃杀阮。主，阮感谢你，你是万军的耶和华主，阮的上帝，你也是阮亲爱的天父。阮面对阮世上的劳苦重担，你找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互阮会通伫劳苦重担中间，因为我靠会通得到逃亡，得到自由。你阁享受圣神甲阮三同在，帮助阮，常常用讲袂出的吐气替阮来祈祷，就伫阮软弱、伫阮无法度来面对的事。主，你讲你的恩典够也阮用，互阮会通扛得起阮所面对的苦难。愿主你帮助阮，互阮透过阮的敬拜，你的施恩宝座就设立伫这个所在。愿透过你的话帮助阮看见迄个永远暂时看袂见迄款的问题，也透过主阮的恳求来到你施恩宝座前。阮伫礼拜中间，甲你有好的连结，伫生活中间也感受到你的同在。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会通虽然面对无方便，面对三级的疫情，咱犹原会通伫线上做伙来礼拜。咱要大先来看消息的报告。咱拢知影讲，这个三级的警戒搁延长到伫7月26，所以教会的实体聚会犹原暂停，也继续用线上的方式。咱做伙伫空中，伫这线上做伙来敬拜上帝，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所以咱用心神甲真实伫遮来敬拜伊。愿上帝来祝福咱每一个家庭。因为即款的疫情的关系，受侪的限制，无方便。咱犹原伫实体的各项的聚会拢暂停，也改做线上，所以伫礼拜日，咱早起8点半，也是10点半，有华语甲台语的这个聚会。拜六暗时是6点，咱儿童的阿卡贝的礼拜是伫早起注意的10点。咱会通透过线上的祈祷会，咱做伙连线来祈祷。伫周间嘛有这领袖小组，有小组的聚会，透过小组线上的连接，也互咱虽然无方便，虽然有面对侪这个艰苦，但是犹原有具体三甲伫线上连接，来做伙安怎祈祷，对，做伙伫遮来鼓励咱的上林大学关怀的据点。拢爱看政府的规定才来开放不过咱犹原有线上的一寡的讲座吼所以请兄弟姊妹，如果你若伫即个期间非必要无来教会，那真正爱来教会，请咱遵守政府的规定吼，即个实联制等等吼，咱的措施。咱原定计划官卫府伫遮来变化原定这7月24的小会，咱改到伫7月31。7月25、31的圣礼典吼，咱改伫8月7日吼这拜六的华语礼拜圣礼典是暂停的。若要洗礼吼，请伫7月18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咱原定的中执会嘛顺延延到伫8月7日。咱另外青年牧区这8月7日是父亲节爸爸节嘛是青年的主日因有一寡这活动咱会通提供你家己甲老爸咁是你细汉的时阵甲老爸翕的吼伊老爸若是甲你倒掉安尼吼你大汉你看
像即款的相片啊袂吼。伫遮咱要透过遮个影片相片来制作影片吼，所以请咱会通做伙来参与。不便来教会，咱会通透过教会的长户吼，伫遮来进行线上的奉献。教会需要你的支持，咱教会最近嘛是咧建造遮个网站佮较方便，互咱伫线上来奉献的遮个经流的方法管道吼。请咱期待应该是伫一个月中间就会通伫遮来办理好势。咱会通透过邮局的微博，你伫你的手机若有即个网络银行即马足方便的吼。伫迄个中间会当来转述照你的能力，照你的感动伫遮来奉献。汇款了后，请你也敲电话来通知奉献的人的姓名、金额、奉献的项目。即个咱的网站建置好你就免遐麻烦就通直接伫迄个线上来填好势咱会通伫奉献中间来接洽咱的贵价干事李梅。7月11将伫青年主义的规划有即线上的开会讨论相关的同工请你来准备。伫青年也有伫每礼拜2、拜4，对7月13到8月12有遮个活动厨艺唔通母汤啦厨艺母汤秀，我嘛毋知影啥物是你做一寡遮个料理啦伫遮做伙参与，你若要参与的会通报名咱2021年是一个特别的年，所以咱的阿卡贝儿童品格夏令营咱今年头一遍是线上的看遮青年，我伫这中间已经参与5天看见遮青年拢真用心，真有遮个智慧甲创意所以伫遮咱伫祈祷中间来祝福遮个囡仔青少年。嘛透过安尼知影讲伫迄个囡仔因家长伫最近嘛有拄着突然死亡的所以咱的遮个青少年就会透过安尼去甲关心所以咱教会会当透过这个连结，会当互遮个囡仔有得到这个人物福音的机会。咱若有报名第2期的报名第2期是对7月19到7月30迄个时间爱准备的器材设备请咱的家长量早甲囡仔来准备好势。咱的社区双年大学虽然无法度实体，总是咱有缘有遮个讲座伫线上的讲座，对德国的疫的经验来讲，咱是安怎会通面对，要安怎去面对这个世界无确定性伫咧中间有请吴信如老师来分享请你甲这个会议的号码甲记落来你到时会通伫遮连接起嚟就会通伫网络来收听以上其他请咱家己来看请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做伙读2遍兄弟姊妹线上的兄弟姊妹，我邀请你即马做伙来读来。因为阮毋是看伫所未看见的，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所未看见的是暂时，所未看见的是永远。哥林多后书4章18节，搁一遍来。因为阮毋是看伫所未看见的，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所未看见的是暂时。所未看见的是永远。哥林多后书4章18节，请咱备办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伫遮的本分感恩的表现。如果你若是无方便，你会当用祈祷伫遮来献上感谢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献上感恩。原来一切所属的拢是对上帝来。奉献感恩的心，归你一生的体别，义无
是行，主耶稣基督，奉献感恩的心，归你一生的体面，你有受苦都是行，主耶稣基督，作为起立，只是软弱的正最勇壮，怂恿的正最不。拢因为主已经做正大事，只是软弱的正最勇壮，怂恿的正最不。拢因为主已经做正大事，感恩。慈悲疼痛的阿爸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无论环境好歹，你总是眷顾我每一个人。愿献上深深的感谢。主啊，伫这疫情还未散去的时刻，兼且因为疫情的关系，互阮得到经济上受到影响，身体心灵得到无平安的时，求主你赐恩典临到阮的心上。主啊，阮知环境愈困难，阮搁较爱来听调你，因为主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引带阮行头前的路，互阮所行的每一步拢无惊吓。主啊，阮知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互骨孤单，所以阮爱时时用谦卑敬虔的心来敬拜阿罗主。求主按健康听阮的祈祷。收赐阮平安甲喜乐，主啊，阮所有一切拢是你赏赐，但愿献上时间、金钱甲财力，做主路用，愿主感纳。祈祷靠主圣尊名求，阿门。阿门。感谢慧兰执事伫线上传咱来感谢奉献。兄弟姊妹，我邀请咱做伙来读上帝话。念伊，你会当看这个 PPT， 也是你手中的纸本的圣经，也是手机啊。今日咱所要读的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到18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到18节。我要邀请咱做伙来读上帝话，4章16节，做伙来。所以，阮无软志，阮的外体虽然败坏，若是阮的内心日日换新，因为阮目日久，轻轻的艰苦，是甲阮正上顶上永远的大阳光。因为阮毋是看见所未看见的，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所未看见的是暂时，所未看见的是永远。愿上帝话帮助咱会当看见伊伫咱的心上所做，要引带咱看见伊，互咱迄个看袂见的，对信心的眼光，直接来看见上帝的恩典。咱先来祈祷，天父上帝，享受你的神运行伫阮中间。互阮的心窍会拍开，阮的目睭会金，会看见你律法中、你话语中的奇妙，也互阮迄个看袂见的，你已经帮助阮拍开，互阮会通趁有气息的时来追找你。同心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像这咱今仔日所要分享透过这段圣经要做伙来看意义非凡，就是无同款的意义。咱面对咱生活中间所带来的无方便，也是一寡遮艰苦痛痛，
咱知影伫7月7八咱下晡2点拢在注意这个记者会的时阵吼，咱拢真期待讲7月13会通解封，结果咧又完搁一遍来失望。所以因长到伫7月26的中间，不过嘛有做一寡遮的微解封啦，小可的一寡遮的放松特别咱知影讲咱的生活遮啉者吼，影响咱真大吼咱在家里，咱拢有影平单煮，着爱靠Uber Eats 靠遮个做遮个外送的到尾也毋知要食啥吼。咱拢真期待讲紧的遮个餐厅会当开放吼。不过虽然中央有安尼规定安尼放宽但是各县市因犹原有家己自主的即个决定。目前咱看咱的国内疫情大概有小可受控制吼，但是抑阁无法度伫遮来放松吼，咱袂使大意。所以经过评估吼，才延长到伫7月26。适度的即个一个放宽，其实咱继续伫即个无方便中间，即个指挥官的一个提醒就是讲，咱主要的目的吼，看伫7月26会通真正降级的，互咱会通至少会通来到教会有即个实体的礼拜，也是讲伫生活中间会通搁较利便。因为真侪遮个餐厅、真侪遮个公司行号拢受到影响吼，所以为着经济的即个方面要选择，也是为着健康要选择，有当时也是两难。所以面对着咱生活的中间也到伫圣经的世界内底，咱来看去今仔这段圣经就有保罗，伊伫生活中间有面对有真侪遮个无方便、遮个苦痛、遮个艰难，但是为虾米伊会通伫遮挡会牢，会通去面对生命强要丧失，伊犹原会通继续伫遐无放弃来跑走。是啥物因端？是啥物即个目标？互伊会通伫遮保持伊向前来跑走，直到讲我所跑走的路已经跑尽了，我所守的道理我已经守掉然后我有啥物？我有啥物？迄个目标就是支持伊会通伫遮跑走无放弃的一个真要紧的原因。咱要透过这段圣经，伫遮来认捌，伫圣经内底的世界，保罗伊所踮的迄个哥林多的教会，迄个处境，伊所拄到的遮个痛痛，来认捌咱伫咱的生活中间，伫这段的期间，咱真无方便，咱感觉生活也有真侪的遮个艰苦，遮个艰苦对咱是好也歹，咱小可忍者，有当时有的人忍袂掉伊就无法度，然后去违规。就爱受到遮个罚单。第二，咱要看讲伫这艰苦无方便的这种痛痛的过程中间，透过保罗伊的经验，伫遮要带咱来看去讲，伫咱家己的艰苦、咱家己的不便的中间，对咱是毋是有好处？上帝要透过这个艰难困苦，是要帮助咱看见什么款的稳定。咱要安怎伫遮来看见即个秘诀？今仔日咱透过这段的问题，伫遮来看见咱伫生活中间艰难困苦、遮个痛痛来临的时阵，检测抵教互你的意乱心烦。所以伫遮有真侪遮个选择，咱毋知要选啥物，就亲像遮个县市长上款吼。原本已经放宽总是话一定有决定要开放结果因为啥物？因为民意，因为媒体，因为大家讲的话，所以伫遮伊不得不伫遮来选择讲安尼继续啦，全国全台湾拢统一袂讲因为对一个即个城市伫遮来开放，对一个城市无开放。你知影咱面对即款的疫情的影响咱生活的痛苦指数，其实伫台湾5月到5月所研究的所伫遮调查的，就是大概有6.59 6.59的即款的痛苦的指数去年当时伫即个时间，咱知影讲迄疫情无遐尔严重的时阵去年的痛苦指数是啥？3.73，安尼有
升悬，意思就是讲，咱伫咱所踮的生活的中间哦，愈来愈艰苦。咱来看美国的，美国敢有比咱较艰苦？比咱较艰苦。5月的时阵哦，调查是10.73啦吼。所以咱看无共款的国家，咱无共款政策所面对的，就无共款的即款的艰苦的指数吼。那安尼，咱看讲，伫迄个选择要开放、毋开放、要解封、毋解封的中间吼，其实有真侪人无共款的讲法啦。遮医学专家话讲，应该早就爱降级啊，无会影响真侪遮的经济的方面总是咱看讲拄仔所讲的台南、屏东、彰化、南投、台东也是花莲等等因拢伫遐最后无共款的即个改变伫遐赶紧搁回复讲即摆安尼，大家小忍一下啦，安尼为着7月2日看会通真正伫遐来降级也袂好。所以伫遮咱就看讲，即个选择就会影响咱的目的咱的选择就会影响你心内的即款的动机。其实伫心理学家内底有一个理论叫做目标的理论即个目标的理论将人的动机、人的心内的即款的想法，用2条线华语讲轴线啦台语讲直线直，即个直线一个横的，一个直的，好像是一个安尼咱来看讲即个横的即个直线。即个横的直线就是咱如果手中有纸，你嘛会通小可试看觅倒边甲写横的甲写字母，然后正边是写任务。直的呢，即个直的直线咱顶悬甲写挖掘趋近下面甲写回避。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第一条横的线横的线伊伫迄中间是任务甲自我。意思你若愈偏向迄个自我的话，中间就是你为着家己的利益。你伫选择的时阵，你为着家己的利益，你来选择你所要做的。小可细声着。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迄个选择的动机就会影响你的目的，是要为着你家己的利益，也是伫迄个任务的中间，我选择是为着别人，为着要满足别人的欢喜，亲像保罗安尼所做也是遮的管市长，伊伫遮所要决定真恶的决定的中间，好啦，为着大家的利益，毋是为着讲好我做真好的决定安尼所以这是横的，直的咧，直的即个直线是咧讲咱看讲，如果挖掘也是回避，是表示讲顶头即个挖掘是你所做的代志是较积极、较主动然后下面呢是你可能惊失败惊落伍，你敢固步自封，你去做一寡遮的互你会通小可进步的代志安尼所以咱用这2条线伫遮来看讲，这4个上限这4个上限，就咱先来看讲伫正平即个顶悬即个图正平顶悬即个图伫遮就是表示讲你即款的动机是为着某一项的代志，你主动伫遮真积极来学习，并且你要彻底来做好一件代志，迄本身就是有一款真好的动力。教育学家伊认为讲如果咱的囡仔、咱即个学生，若是伫即个区域的内底那安尼伊的学习就会效果真好，因为伊的动机就是真积极，然后为着一件代志，我选择我来努力拍拼即款的人，伊会通真紧就会通伫遮来成功第二个即个区域就是任务甲回避啦即个任务甲回避就是代表一个人，伊意识讲，哇，这件代志对我是好的啦。但是为着要完全完成这个任务我必须要放弃一寡遮的代志，互我分心的代志如果你的动机若是伫这个上限的内底，这个区域的内底，那安尼可能你会错过真侪遮的好的机会，因为你会分心，佮带来互你压力，这
好毋好，还是我选择一个，你会伫迄中间敢若有一寡只选择。你知影讲今吼，即个世代的信息也是种机会在变化足紧的吼，所以咱不得不爱伫遮有滚动式，讲滚动式的一个调整吼，会通符合着咱目前的需要。第三，就是倒边的顶面吼，咱来看讲，这为着家己搁你伫迄个中间来拍拼的时阵吼，那即款的动机就是，互人选择做一寡，互你家己出风头，互我家己会通展现我家己的能力吼那华语讲炫耀啦吼，你若有这奖赏心，你着做甲安怎？哇，足有气力的啦吼，足迷乱吼。但是若减少这的人伫甲你拍破，伫甲你学乐的时阵，你就失去迄个兴趣。搁有着种人伫甲你监督的时阵，你嘛是安怎做甲无啥物即个兴趣安尼吼。所以即款的选择会抵到讲我安尼做的时阵，为着家己的利益。所以你所讲的话，你所行的代志吼，检测有当时也无形中会伤害别人。最后一个就是讲，这个自我甲回避的这个中间就是当人为着要维持一个形象吼我出现我就是爱维持我一个好形象避免去做挑战吼或者也是讲我莫互我家己因为某一种的选择一个代志，互我伫遐闹气吼。如果你若是伫即款的即个上限的，你的思想甲你所做拢是保持伫较消极的吼，因为安怎？你保持迄个完美的形状，然后你毋愿去面对你所面对的痛苦，也是挑战。那安尼你就是惊面对失败。所以有台语的俗语讲安怎？惊安怎？袂着顶啦，对无吼？所以惊你就讲好我保持安尼就好。所以即款的人是较消极的吼。所以咱看面对即款的目标的选择的时阵，即款的方向，你要安怎选择？就是有连接到你心内的动机，然后会影响你所选择的结果。那你面对选择，兄弟姊妹，你想讲你的目标是伫倒位啊？传道书的作者其实伫遐提醒咱讲，不管选什么吼，咱做伙来先来读一段圣经来。人一生虚度光阴，亲像影过去。是最会知什么事做人生前的利益啊？因为是最会甲人讲伊过世了后，伫日光的下面要有什么事啊？这段圣经内底就互咱知影讲，咱面对咱的生命有限的中间，传道书的作者伫遮讲，咱所做、咱所选择对咱有啥物款的利益啊？这些代志拢会过去，咱看见这疫情所带来，互咱所面对有最的这个挑战。所以伫遮，互咱感觉讲伫这选择过程中间，到底是对啊毋对，有效啊无效，还是对我有利益啊无利益？当时咱面对着保罗所讲的，讲这属天的救恩甲属世的满足，一个是短暂的，一是个永远的。你要安怎伫遮来选择？兄弟姊妹，互咱5秒钟，用你即摆的心态，你安怎伫遮来选择？好，检测咱来讲我著选择属天的救恩啦吼。有人讲我著是较物质我面对现实，我会选择吼。有人讲迄囡仔当在选择啦吼。我两项拢爱，但到底是你爱什么？上帝爱咱的是爱什么？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来，因为上帝定着咱，毋是来拄着受气，就是要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救。那安尼，咱知讲上帝的心意是爱一个做基督徒的，咱跟对耶稣的，咱会通得到这款的永远的救恩。像为什么保罗伊爱四过伫遐来旅行布道来传福音，就是为着要互更较侪人无认捌这个救恩的人，伊会通伫遮来认捌上帝的救恩。这就是上帝伊对咱的心意。
兄弟姊妹，有当时会当问讲，那安尼要达成这个目标，要得到这款的救恩，还偌久呢？伫这个快速的时代，咱的食拢讲究啥？速食，对，速食，快速，我紧买，我紧来拍拼。我会通赶紧得到利益，我会通赶紧得到这个效果。我做咧赶紧会通好起来，等食。所以这就牵涉到迄个时间的问题哦。有当时咱面对做这咱所有定的时间，咱无法度去掌握。伫这段的时间，伫厝里上班，伫厝伫遮来学习，无法度到伫工作的场所，无法度到伫遮的学校。所以学生也好，还是遮的家长也好，你伫厝，你是耍废。你是会当你无好好管理的时间的时阵，你知影一天真紧就过去。所以迄个时间的控制，有当时咱若无注意的时阵，就失去迄款的功能，迄款的控制哦。你有这个经验无？较早一条高速公路条，如果你若要到伫中南部，迄时阵住伫南部厝住伫南部吼，牧师娘的厝住伫中部，阮伫北部吼。有当时若有遮个假日的时阵，要倒转去的时阵吼，你着爱计算大概我爱开偌济时间倒转去到伫故乡。所以检测你有定是2点钟，但是因为真侪你无法度去控制因素，可能是人真侪。塞车等等，所以本来2点钟的时间，你却延长到伫4点钟。伫迄中间所带来，互你有真侪这不便甲这个艰苦哦。咱若面对着7月12本来要解放的，即马来延长到伫7月26。伫迄中间，这拢是人所无法度控制，因为这环境所带来这个限制、这个影响吼。咱嘛想讲，过去着讲国产的。这个证书要伫7月开始伫遐来做，总是咧，对啊。有当时真侪是咱无法度伫迄中间来理解，甲无法度伫迄中间来控制哦。计划赶袂赴伫即个中间的变化哦。那安尼时间的管理的必要性，到底是要安怎伫遮来管理，还是控制什么时间？当咱做好的计划，却不断亲像咱今仔拄仔的报告讲，本来有定小会要伫7月当时要开会总是延1礼拜等等。有当时即个变化，互咱袂赴伫遮来面对遮的时阵要安怎哦？传道书的作者嘛，搁一遍提醒咱吼，咱做伙来读来。传道者讲：空虚的空虚，空虚的空虚，凡事拢是空虚。人一切的着活，就是伊伫日光的下面所着活的，有啥物利益吧？这意思是讲，咱所拍拼有啥物款的意义呢？今仔日你开真侪时间伫你的事业、你的工作。总是有当时，咱要休困的时候，咱却发现你的身躯出问题，你的婚姻出问题，你失去侪而且你会通伫遮来享有的。伫迄中间，无论是伫你的工作、伫你的家庭、伫你家己的身躯，拢是受到影响。所以传道书讲，无采咧拍拼，一切到尾拢是空空。伫顶礼拜。咱有看见伫线上的这个囡仔吼，伊的家长拄仔我有小可提起，伊的家长伫迄中间本来都好好，念伊讲胃无啥爽快，伫迄中间去休困结果咧，就叫袂起来啊！这个囡仔因失去因的至亲的老爸，这是一个老师啦。所以咱看真侪是无法度互咱伫遐来掌握的哦，所以。是毋是咱因为安尼，咱就啥物代志拢莫做吼？面对着疫情即款的无法度，因为时间的控制的管理，也是讲迄个过程的管理，咱就放弃嘛？咱面对着真侪遮个病痛吼，咱有当时也是安怎无法度去面对。伫14世纪到18世纪的中间，几百年的中间，咱看即个乌丝病吼，就是着鸟鼠济啊。伫迄个中间伫咱看几百年的中间400
几年的中间死偌济人，死7500万哦，有大概2亿以上的人吼着这啊。但是咱看这 COVID-19 吼对2019年一直到今啊吼，将近免2年外吼，将近2年的时间，咱看着这吼大概1亿8千多万哦，死的是400万，会使讲是人类历史有史以来吼上严重的啦。所以伫遮咱看讲这个信息一直快速甲进前所咧影响比较的差真多。如果咱也用即款的时间、空间，也是用这个资讯哦，伫即个中间的变化，对1750年到1900年的中间哦，这个资讯量、这个消息哦、信息安尼在流通哦，每150年增加1倍哦。咱来看，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所以咱有当时也无法度去控制的安尼。对1900年哦到1950年哦，这个资讯量、这个消息哦、资讯每50年就增加1倍，过来愈来愈紧啦吼。所以典型讲人无法度愈来愈无法度去控制真侪遮的消息哦。1950年到1960年哦，10年就搁增加1倍啊，过来呢。1960年到1992年哦，这个量就增加，每5年搁增加1倍。这个报告是2012年伫遐来评估的调查哦，到伫2020年哦，差2个半月左右哦，大概就增加1倍。今仔日是几年？2021年哦。咱看毋知影佫偌紧安尼吼，所以伫遮互咱知影讲，咱无法度去掌管遮个信息，那安尼可能就是遐个数据，咱就爱伫遐掌握。所以即马吼，有个人用遮个数据伫遮来做中心来发展。你食啥物？你穿啥物？你用啥物？你的医疗等等，安尼来发展讲我所发展的产业吼，伫遮来控制。所以伫即个大数据、即个大数据的中间，咱看就是伫强调讲啥？大，就是即个处理的即个信息量真大。过去咱伫存遮的一寡影片等等遮吼，可能是几 G 对无？即马咧，1TB 2 TB 偌济 TB 安尼吼，所以伊咧处理的即款的资料的量是真大的吼。过来是集正边迄个集就是安怎？就是讲多样性啦。你的相片、你的影音即马5G 嘛，所以伫download伫下载迄个影片吼，过去是安尼慢吞吞你困一醒起来，可能佫录袂好下载袂好。即马咧，输一个几分钟、几秒钟就好吼。所以伊伫处理，就是讲透过遮来处理真侪遮多样性。第三就是讲真紧快速真紧处理。过来咧，就是讲到真诶也是假。所以伫这真侪遮诶资讯诶中间。知识的来源足济，所以咱一个个你就知影种啥物美伊阿姨啥物会等等遮，但是咧，敢真正真诶嘛？所以咱就爱学习伫迄个分辨对毋对，真诶吗？对我有利益吗？还是上满啥？着假消息、假消息、假遮个资料所以。伫我看群组内底励志长老抛着这看到哪真诶结果是假消息安尼吼。所以有当时也是互咱伫即个变化多端诶中间，咱无法度去控制。有真侪真紧，所以咱所领受诶啦，真紧就过时哦。所以你不断爱去调整你家己，所以你爱去选择。面对这其实圣经早就伫提醒咱啦吼。面对这问题咱看上帝伫传道书的作者内底，伫提醒3章的11，咱做来读来。上帝造万物，各照伊的时正做美妙，搁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的最正的，人袂会测度伊。所以伫遮讲，即个一直在变化的中间人无法度去测度人约袂到，你知无？袂符即个。
这个资讯的变化吼。所以伫遮有人讲上好的时代就是上歹的时代吼。伫对岸中国吼，有真侪的这个一种族群叫做躺平族吼，倒病吼，就是讲伊感觉讲人生得啊，吼欢喜就好，那像广告哦，对吧？人生得欢喜就好，对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哦？因为政府就讲恁遮真见效咧吼，所以伫遐。其实因要展现的，就是面对着即款的社会不公义无公义，因要哪用消极的方式伫遮来抗议。所以伫遮即个躺平族，因感觉有人列出13项即款的痛苦的压力所以第一项就是讲，伊感觉一世人伊买袂起厝啦所以干脆不买啦第二就讲我买袂起车，所以我就卖买啦我无打算结婚，为什么？哇，迄成立家庭迄个压力真大啦，爱搁开会消费等等遮所以卖结婚啦，打算结婚了卖生囝啦较你饲家己都饲袂活，搁要饲囝安尼所以伊无要无欲无求啦，就讲无定定消费伊维持基本的即款的。物件对以外拢无啥物款的兴趣最后我敢若甲用6个伊检测有稳定的收入，总是伊感觉家己嘛是真善钱不够用钱无够开啦，对。所以这个咱看面对着即款的即个因感觉讲，因就是去闪避、去逃避，因选择就是去唔愿去面对，所以。像有即款的话讲逃避虽然见效，但是真有效逃避虽可耻，但有用。这是这个世代的青年人因伫因内心所想的面对着这个压力艰苦，因选择的是去闪避回避，亲像咱拄仔伫选择的迄个共款所以咱来想看有一天你若是倒伫遐喘的时阵，你是？真正欢喜吗？你是为什么倒伫遐？你伤有钱，你免做，你这个伫遐，也是你伤善，我搁较拍拼嘛无路用，也是因为破病，因为死，你就爱倒伫遐。咱要安怎面对咱家己的艰苦？兄弟姊妹，保罗安怎面对家己的艰苦？你咧？你是选择安怎？是去面对，还是去逃避？好，咱做伙来看讲，伫保罗伊的身上到底有啥物款的艰苦？伫咱的身上有啥物款的艰苦呢？伊即摆注射证书对无？咱拢会担心对无？哎呀，注落毋知会疼袂？毋知有啥物款的反应？牧师嘛惊惊咧，因为我有当时也过敏所以注落毋知安怎袂所以。咱遮个年长者话住咧，哇，几工第一工住咧，半暝拢袂困咧，安尼啦，所以才会疼。所以有讲迄个疼对咱来讲是好啊歹当然用证书来讲是暂时的疼，暂时的无爽快，是要互咱安怎有迄个抗体啦，来抵挡较大的即个危机嘛。所以咱想讲，伫咱的生命中间所带来即个艰苦，即个痛疼。对你来讲是好还是歹？有当时咱选择的是去闪避啦真像有一款的名词叫做规避损失啦。你规避损失啊，比如讲你对着发票1000块，甲你另外你放弃1000块的时候，迄个感受会讲，你放弃1000块比迄个啥，比迄个得到1000块的搁较艰苦。所以有真侪人就认为讲，这个损失互伊会学得忍受艰苦。所以伫遮检测你闪避即款的艰苦，短期可能有路用啦，总是长期你也是爱面对嘛，对无？兄弟姊妹，所以咱伫咱生活中间有拄到这困难艰苦时，圣经安怎提醒咱？来，咱做伙来读来。主要互恁伫患难中有饼，伫艰苦中有水。恁的先生无过闪避，你要亲目看见你的先生，你
偏伫游的时，耳孔内要听见有声伫你的后面讲，这就是路，你就行伊。华语讲，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啦。这种好亲像讲你面对这个苦的中间这个话就是咧提醒咱食苦爱当做啥？食补啦，对啦。看你苦会起袂？所以伫迄中间，咱看圣经，咱提醒讲，我有受苦是最我的利益，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佮对正人讲啥？若有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日子压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因为既若听爱救伊的性命的，要失落伊；总是既若为着我来失落伊的性命的，要救特别救伊。所以这段圣经其实就是讲，面对这苦难的时阵耶稣讲你要举我的十字架做基督徒安怎？你着爱苦会起牧师做基督徒敢遐艰苦嘛？有当时是爱面对，你爱选择。这会通做，这袂通做，所以心内感觉安怎无自在、艰苦啦所以伫遮，咱看保罗伊也提醒伫咱的中间讲，身躯常常带耶稣的死，互耶稣的活会通显明伫我的身躯，因为阮遮的活的道德为着耶稣来交付伫死，互耶稣活的也会显明伫阮为死的肉体。安尼就死的力在行伫阮，活的力在行伫恁。伫遮就是讲，伊面对这痛苦的时阵，伊是安怎会当去面对呢？因为这段圣经讲，是因为信心，所以互伊有勇气去面对伊所面对这艰苦。所以到底咱来想讲，保罗伊是面对着啥物款的艰苦？伊伫伊所讲的中间讲轻的艰苦，敢真正轻？咱来看保罗所受的艰苦是啥物？讲伊落伫监牢，去用关押，去用拍5遍。你知影一遍圣经记载讲一遍拍40个减1个，安尼偌济？39乘以5就是195个迄毋知大个细，应该是拢大个面对死亡，面对棍拍3遍互石头钉拄着这个尊难歹去3遍一暝一日伫迄个大海内底伊常常伫迄个危险的中间，然后咧有当时伊伫传福音，伊爱过着迄个腰高喙焦的迄款的日子。兄弟姊妹，咱看伊讲伫迄中间，保罗安怎面对即个家己所做的使命，做使徒、做基督徒的即款的使命呢？所以伫今仔日咱所看的圣经内底，其实伫头前如后书的4章头前，伊就提醒咱，我会通伫遮来面对我所面对的艰难即个意义对我是无相款的因为我所看到的是啥物？因为主带我伫迄个四面受困难围困的中间，我却无屈服困住伫台语伫遐翻译叫做我无伫迄中间，伫迄个困难的中间来屈服落来。为什么？咱来看讲哥林多后书其实4章后壁4章第89、第90内底有咧形容讲，保罗伊有几遍伊伫传福音的中间，伊遭受着遮的陷害，甲伫迄个中间来拍伊伫罗斯德的时，犹太人唆使这证人用石头伫遮来钉伊，甚至大家感觉讲伊就死结果上帝权能阁互伊爬起来后来呢，到伫腓立比，咱知影讲伊对一个身上有这邪灵的女婢，甲赶出迄个女婢，互伊的这主人无法度趁钱的时阵，伊嘛阁去互人伫遐来陷害，落伫家里骹扣手扣拢扣掉的，然后阁互拍几下伫迄个中间，你知影无？伫迄个半暝的中间，伫迄个艰苦的中间，保罗伊在创啥？对啦，在唱歌，在学乐我靠上帝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伊唱歌了有啥物款的代志发生？
家家门拢开开，骹口手口拢脱离，然后咧主就引带伊。这个甲做一看，即马害吼，这个家属拢走去啊，所以伊要自杀的时阵，保罗讲小等的，结果因为安尼吼，伫迄个约瑟的家庭吼报道，然后咧伫迄中间，互伊全家拢归主。伊互人用石头钉，伊互人伫迄中间来关家。咱看讲伫保罗的时阵，伊咧讲，伫我感觉讲失志，强要绝望的时阵，却无失望，却无绝望。所以因为有主为着伊伫遮来开路，咱做伙来读来。恁所拄着的刺，无毋是人的常事。上帝是信实的，无要互恁拄着刺过头，伫恁所画断，就是伫受刺的时，要煞开脱出的路，互恁断会起。意思就是讲，上帝互咱面对即个试炼试探的时，互咱伫遐面对着即个苦痛的时阵，上帝拢要互咱有够野的恩典来帮助咱。耶稣为着保罗伫遮来开一条路，伊也要为着你伫遮来开一条路。第二就是讲，主要想事伫迄中间，虽然要抵到伫失望就讲心里作难，就讲心内有做遮的艰难困苦的时，总是伊无失望。伫遮咧讲的话，就是讲当时除了有遮犹太人，哪像遐好神拢甲对调调，佮有另外就是啥物？另外就是就哥林多教会是伊所起造建立的，竟然有人伫遮来对伊有怀疑啊！咱做伙来读来，有人讲我诡计多端，用欺骗利用恁，我减捌拖累恁甲恁拖累嘛？我减有派什么人去甲恁骗嘛？就种占便宜啊！我无啊，所以伊受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会友伫遐来安怎来甲诽谤、怀疑伊所做，甚至伫遐讲你比阿波罗较袂晓讲道伊讲的话哦偌水的吼，你生了也无亲像伊遐缘投等等吼。保罗其实伊面对真侪遮的困难的时阵，伊安怎伫遐来看待吼？伊无失望，伊有主甲伊相同在，所以用当时遮个好野人一个譬如，就是讲因甲遮个财宝、遮个宝贝来放伫迄个土做器具，就是讲这瓦器即个肥皂的即个甕仔内底，然后甲待伫土里来砍的。所以有一天要使用时，要挖出来心内底宝贝，会通互伊伫生活中间来使用。所以伫遮咱有看见保罗伊要讲的，就是讲我好亲像迄个土做的器具，伊无高举伊家己，无选择讲，我是迄个伫迄个自我甲取景即个区块，就讲我展现我家己，我是金的我是迄个宝藏的即个金库等等的。伊讲我是也是迄个土做的器具啦吼，总是虽然外表看起来哪像咧逼真，但是内底咧这财宝是，互我会通拄当耶稣甲比如做这财宝，就比如讲我拄着这困难的时，我会通因为这款的气力帮助我，互我会通伫遮来去面对哦。所以伫4章60到第7节内底，因为对内底迄款的光来展现出来，互伊会通面对这款的困难这就是今仔日咱看用主，互伊伫心内有逐样的困难的时阵，总是伊无失望的一个原因。所以拄仔咱讲倒转到你选择的中间迄个象限的中间那安尼你服侍你传福音，你是选择为着家己，还是为着上帝？咱真清楚讲，伊看万事做本色，是因为伊选择，伊是为着上帝。如果伊若是为着家己，伊会把遮个世上的遮个俗事看作宝贝。所以不管你是毋是看起来亲像迄个土做的器具，兼且看起来无啥好看，但是你知影主愿意为着你伫遮来付出代价。无论是你是遭受到什么款的困难，亲像保罗，伊伫迄中间受到侪压迫，总是伊互主耶稣伫遐看重，无受气杀。
咱看见耶稣伊家己先做一个模样哦，伊知影讲这学生伫遮要来出卖伊，所以伫搬过节时阵，要离世的时阵到，所以伊伫迄中间知影讲学生出卖，但是伊犹原为着因伫遮来洗脚。兄弟姊妹，咱看耶稣知影头前的困难痛苦，但是伊选择就是无去杀咱，然后呢，愿意为着咱来付出这代价哦。兄弟姊妹咱看罗马书第8章37到39内底也伫提醒咱哦，无有啥物会通价当咱甲上帝的疼，咱甲主耶稣基督的疼，无有这事实我天使掌权的等等这外在关系，拢袂互咱甲上帝的疼伫遮来价当，因为咱是靠着听咱的主，所以互咱伫遮一切所做所有的，拢会通得胜有出。这就是主耶稣，不管你是啥物款的人，伊拢听你听到底。那咱来想讲是上帝唔听你，还是你唔互上帝来听？如果你若选择接受伊、瓦滚伊，那呢，你就有机会，互耶稣的这款的荣耀的救恩临到着你。虽然你可能躺平啊，你可能趴伫迄个所在啊，唔知要哪去面对的时，总是上帝互你袂抵到死哦。所以伫遮，咱看讲，你认为你所得到的是看会到的，还是看袂到的？你是注重伫迄个现实看会到的嘛？还是你会通亲像保罗讲，我看见迄个所看袂到的，但是我心内我知，亲像这伊伫哥林多后书今仔所讲的，所以阮无累字，阮的外体虽然败坏，伊无因为看见外在安尼歹歹啊，然后咧愈来愈衰微，伊就去看轻，伊无看重遮的艰苦，所以我咧伫遮怀疑讲。为什么伊会通伫遮讲轻的艰苦？拄啊，若遐经历伫你的心上，你会感觉讲遐尼轻吗？自战自亲，轻的艰苦吗？伊是看到后壁讲迄个上顶上的，要互咱永远的大荣光。兄姊妹，所以伊用无共款的信仰眼光。对我头前讲，因为有这个信心，所以互有勇气，然后去看见未来，所以伊对目前所拄到的这款的艰苦，伊无失志，伊无伫迄中间来失望哦。所以兄姊妹，咱看讲，伊透过这老约翰伫遮所看见哦，咱做来读来，搁要甲因的目睭拭去拢总的目屎。无要阁有死失，也无要阁有哀伤、嚎叫、痛疼。前个代志已经过去，坐伫宝座的讲，我换心万美。佮讲，你着写伊，因为这话是通信，是真实。佮我甲恁讲，佮甲我讲，已经成啦。我就是俄利法甲俄米迦，是起头的甲落尾的。我要对活命的水泉白白，互喙焦的人啉；得胜的人要承接这个。我要做伊的上帝，伊要做我的囝。这就是上帝透过老约翰、使徒约翰，互咱看见迄个将来咱的身份，然后咧，伊为着咱备办的，所以属天的。最近过去的一礼拜外。我处理两个这个别的事项，60几岁、80几岁，拄啊我有讲，听见这个消息有40几岁，伫前2天嘛有得到消息讲，孤山教会牧师吴牧师嘛是安尼受主恩调，伊有面对这个癌症上帝嘛煞伊世间的劳苦。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实在是有限短暂。当你面对这款的艰苦的时候，你是挡会掉还是挡袂掉？你是选择去面对还是去闪避？是啥物款的困难，互保罗会通去面对伊所面对的？是啥物款的这款的信仰的力量帮助伊会通讲这轻的艰苦？对咱来讲是真大真重。兄弟姊妹。伫你的生活检测，你拄当伫即款的辛苦的、累杂的、你的工作的关系上的即款的痛疼艰苦，
总是圣经内底伫遮，互咱有侪侪下遮的鼓励，咱做来读来。所听兄弟啊，伫恁中间所有亲像火的试炼，毋通奇怪伊。那亲像拄着非常的事，多多就因为有份伫基督的艰苦来欢喜，互恁也伫伊阳光显现的时欢喜快乐。另外，传道书的作者也讲：我在上帝一切所做的，要永远伫地，袂加添，袂减少。上帝安尼行，是互人伫伊的面前敬畏。咱也恳求上帝，互咱会当伫遐得到智慧来做好的选择。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智慧才会通去分辨，才会通去有好的选择。林坤祖这个家庭夫妇，当伊性命拄着失去伊的细汉囝的时阵，规个家庭就改变了。伊捌因为失去伊的囝儿，所以迄款的痛苦，甚至也影响到伊翁仔某的关系，亲像生份人。伫一夜期间，伊的囝儿丧失伊的性命，看到伊的冰冷的遗体，伊感觉我过去我所有的计划，建立一个好的家庭、和乐的家庭，总是咱看见。一切破灭，拢互伊伫迄个中间来绝望，所以也影响到伊甲人之间的关系，甲亲友的关系。但是伫伊的细汉囝，伫伊大汉囝大概是国中的时阵忧郁，然后有迄款的自杀的倾向。因为安尼，伊就开始去敲找伊的太太伫遐开始敲找讲啥。是毋是有一款的气力会通帮助我，帮助阮的家庭？连面咱会看这段的影片，可能1分外钟，伊咧讲的真轻松，但是你知影伫伊迄款的生命过程的时阵，伊拄着这款的困难呢，甚至伊的囡仔想要自杀。正是到伫教会的时阵，拄着耶稣，然后透过教会彼此的关怀分享。即马，因为夫妇的性命无佫共款，咱先来看这段的影片。各位亲爱的读者平安，神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知道说，我应该如何靠着他度过这样子的一个苦难的环境当中，然后让我的生命在经过的这个苦难当中，透过我的生命可以去祝福到别人，让我不会一直在困苦的环境当中一直在打转，也能够让我的家更和谐，也能够让我们的亲子关系能够更和谐。这是一位真实的神，希望透过这样子，也能够让人去感受到这个福音的讯息。亲爱的读者平安，我分享的是诗篇34章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魂痛悔的人，以及诗篇147章3节，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我们都明白，在这样子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遇见什么样的一个苦难，但是耶和华是一个愿意亲近人的神。当你愿意向他敞开你的双臂的时候，勇敢的跑向他，他会给你们更多的一个力量，更多的安慰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论你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当你们呼求他的名的时候，他就会开门。愿你们勇敢的跑向他。感谢大家。因一直领受上帝同在，然后伫遐来修补因翁仔某的中间的关系，也互因因为正到伫教会，互因的生命无佫共款，所以因拄着这款的苦难困难的时阵，无法度去面对的时阵，因为有耶稣伊所享受这大家庭的温暖，所以互伊的家庭无佫再共款，互伊的关系无佫再共款，甚至也引带伊的老母伫遐最后来信主。伫迄个中间本来是拒绝拜铁，但是因为看见这个家庭迄款生命的改变，面对过去的痛苦，伊的太太张美纯伫访问中间，才会当分享讲，原来迄个苦难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当咱伫迄款的艰苦的中间，
我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体会，总是行过了后，我回头看，我才知影讲，这是上帝的祝福。别人也因为因这青年，因翁仔某就付出代价开奉献的时间，伫遮来引带做这青年人。兄弟姊妹，你选择是去面对，也是你去逃避？你所选择的是我就安尼就好啊，我无要努力啊。也是兄弟姊妹，亲像保罗讲，我所看见的、仰望的是迄个永远的。这世上拢是暂时，一天拢会过去。所以，如果我若掠掉迄个永远的，那安尼我就毋惊我面对所做一切的苦痛，因为相信耶稣会通帮助伊度过这款的困难。这个家庭嘛是相款，这对夫妇本来是伫迄个真痛苦，无法度面对，总是因为大汉囝正到伫教会，机会接触到这个福音，所以改变这个家庭。苦难是化中的祝福，是要用信心来体会。若无，咱可能苦愈苦。兄弟姊妹，我要邀请恁伫遮做伙来思想，这个信仰是毋是通互你面对艰苦的时阵，勇敢你跑走，无放弃，你无失去你的胆量，你会通亲像保罗迄个信心。会通互伊看见迄个所未看见的，迄个永远会通赢过我所目前所要追求的暂时啊！我邀请咱做伙起立，用首诗歌，咱要做伙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当苦难的时阵，你用无同款的意义来看待伊，就迄个困难就要成做你的。咱做伙用首诗歌来回应主的话。万军的耶和华，多一位君王亲像你，你的圣洁在你的社会，看见你的坚守无比。万军的耶和华，多一位是阮亲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因为你的欢喜敬拜。大水泛滥的世界，你的宝座顶将我，不管风雨向我打来，小你的人。手也宽的团队，就你的人念你心。万军的耶和华，多一位君王亲像你，你的圣洁在你的社会。看见你的坚守无比，万军的耶和华，多一位是阮亲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因为你的欢喜敬拜。兄弟姐妹，做伙来宣告来，大水泛滥的世界，你的宝座顶最后，不管风雨向我打来，小你的人拢无挂碍。
时刻，你的宝座亮相光，你的拯救阳光的转对，胜利的人点你是的，你的拯救，你的拯救阳光的转对，胜利的人点你是的，你的拯救阳光的转对，胜利的人点你是的。兄弟姊妹，大水泛滥的时，痛苦、痛痛、围累你的时，主会通帮助你。伊安怎帮助这个家庭，伊嘛会通帮助你的家庭。苦难，就亲像这个太太所讲的，是真做我化中的祝福。用信仰的眼光，伫这来看，你才会通看出，伫这苦难中间对你意义无相款。我要邀请你做伙来领受上帝恩典、上帝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虽然你有当时用艰难做饼，用困苦当做水，伫阮的生活中间有当时苦袂了。但是你无去杀阮，你为阮来开路，你想使阮伫困难四边来围困阮的时，阮无失望。主你听阮听到底，你也要互迄个阮所看袂见，迄款的永远及荣耀上顶上的荣耀，要赏赐阮。但愿主耶稣基督，你伫十字架顶所经历的苦痛，为着阮牺牲流出宝血，赢过死亡关系困难，来保护阮，互阮面对所有这个痛苦、困难的时阵，阮无失志。天父上帝啊，恳求你继续用你永无改变的疼，围绕伫阮的身边，帮助阮。你知阮会通承受偌济，你也切见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同在，面对死失的安慰因，面对病痛的医治因，面对失落的扶持因，面对伫今啊拄当伫迄个苦难的中间的，你甲因三甲同在，你互因会通感受你的揽因。你在抱因，你在牵因的手，互因会当看见你所要享受永远的荣耀。愿同心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这请坐，咱来默祷。咱今仔礼拜就到这，愿上帝来祝咱所有兄弟姊妹伫即礼拜充满平安、喜乐、健康，甲得到福气。咱后礼拜搁再见面，愿上帝祝咱。